大家好，我係紫微斗數師預言。今日咧同大家講一個咧，你哋好容易做咗，但係咧又容易忽略嘅風水禁忌噃。大家咧快啲去睇下，有冇咧喺屋企嘅高處疊放一啲雜物。其實咧咁樣做咧喺風水上面咧已經算係犯煞噶啦。呢種煞氣咧主要表現為咧令到你咧感到壓力重重嘅。即使咧你賺到錢咧，亦都會因為各類嘅開支啦而引發你嘅經濟壓力噶噃。工作上面咧亦容易因為有太多嘅公務啊，而令你咧感到咧非常之大壓力啊。解決方法咧最好當然咧就係清理你嘅雜物啦。但係如果因為你空間有限，真係冇辦法啦，咁就咧可以試下擺放一支長度最少係11cm 嘅白水晶柱，咁樣咧都可以幫助咧化解一下你嘅煞氣嘅。今次咧就講到呢度先，下次咧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咧有關於家居煞氣同埋化解嘅方法啦。我係紫微斗數師預言，歡迎訂閱預言說命運，下次再傾啦，拜拜。